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9日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咱国内疫情的大代志。指挥中心今日宣布讲，这10月13开始入境免隔离，改做是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而且呢，这一礼拜的防疫人数会增加到15万的人次。旅客若准无症状，会当坐大众运输工具，也会取消这旅游团禁令。指挥官王必胜表示，这边境开放的原因，是因为目前国内疫情还阁一定伫咧掌控当中。咱国边境全面解放日期总算是确定啊！疫情指挥中心宣布，10月13开始实施入境免隔离，改做7天的自主防疫0+7。逐礼拜入境的限制是改做15万人。机场是发4剂快筛剂，互入境的旅客，若无镜头会当坐大众运输。不是免强国是开放一般的社会访问和观光，取消限团令。当天第一天进来，自主防疫第一天，那就要做这个快筛，那有症状的时候也要做快筛。那么居住的地点是以符合1人1室，最好是有独立卫浴为原则。指挥中心表示，边境开放是因为目前国内疫情拢伫咧暗算，会当控制的范围内。拜四新冠本土疫情是增加44665例，全台湾是以新北市9000多例上济，中重症有273例，死亡有53例，其中有一个18岁青少年有心脏病史，无做过夜风车。9月13快筛阳性住院，后来规个恶化不幸伫26死亡。那这是我们今天最年轻的一个死亡病例也是我们在13岁到18岁这个青少年的年龄层的第6位死亡的个案。另外，咱买第4批的莫德纳次世代双剂疫苗60.5万剂，29号早起是到货。等完成检验了后，就会当互民众来做。指挥中心强调，后个月实施入境0+7自主防疫期间，同款维持禁止去病院陪病，但是若有家属一定爱陪手术，还是病人病情恶化才状况，摕迄天快筛阴性的证明，就会当去病院。大家唔免烦恼。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边境开放第一阶段的头一天，入境旅客唔免搁再排队做 PCR 采检咯，大家先领到这快筛试剂，登去家己做就会使。接落来这10月13也要全面解除封锁。交通部表示讲，这防疫旅馆也会转做一般的旅馆，政府也会补贴这业者一间房间5000块。另外，这防疫车队也登到一般跳表的方式来收钱。不过，现有的机场防疫计程车司机补贴会继续维持到今年年底。通机场航空大楼入境大厅 PCR 停候区已经无实啦，喙烂检验的货柜嘛关起来。第一阶段边境解封头一天，入境旅客唔免阁排队停候做 PCR 采验，只需要领4份快筛试剂登厝家己验。差不多半小时吧，很快。而且他们里头有专门帮你这个 check 资料啊，帮你代填啊，是非常好的。第一阶段边境解封，入境旅客也是爱进行3+4防疫措施，不过改做会当一人带一间。听后到10月13开始，边境检疫改做0+7，入境人数也提升到15万人，禁团令同步解除。外界嘛烦恼国外旅客来台湾，也是确诊要安怎做？开放之后，一般的客人也住在饭店里面，万一他确诊的话，我们也会担心饭店里面的一些空调这方面来讲，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如果确定 PCR 出来是确诊的话，那我们就会通报卫福部，那由卫福部这边来去做一个集中调整。国境解封，走向正常生活，防疫旅馆业者伫过渡期会补助业者每房5000块。另外，防疫车队也转来到机场计程车排班的方式。收费改做疫情前的跳表计算，即马机场防疫计程车司机补贴到年底。你看黄牛啦、小白啦，那些租赁车都可以拉，我们排班规规矩矩，怎么可以？当然抢不过人家。跳表这么多钱，谁敢做？它跳表也是价格比较公道，大家旅客比较可以接受，就不会随着可能驾驶的喊价。航厦里面的一些商业设施，随着旅客解封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协调商店业者要逐步的恢复原来的一个营运。针对国门陆续开放，机场公司表示已经完成相关动线设备人力的调整计划。另外，每天下晡5点，机场过港的监控计划，包括确认尖峰时段区间入境移保人数，预测防疫车队数，也加支援车辆数，做到变动检讨运用。记者综合报道。
央行总裁杨金龙进前伫立法院有讲到，这外汇管制引起市场紧张。今早起伫立法院，伊是搁再表示，台湾的外汇存底也搁真济，央行有材料来应对这资金刷离开的问题，包括着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央行拢互台湾渡过难关。也强调讲，伫伊任内绝对不会采取外汇管制。你要不要干脆白话文呐？在我任内不会啊。伫备询台顶公开承诺，任内未进行外汇管制，对市场信心大升。因为央行总裁杨金龙顶伫公告必要时阵用外汇管制讲法造成台股淡薄。也毋过，伊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时强调，央行有能力应用资金退出，也互台股早盘以13550点开出。伫电子领军起，团散甲金融股跌入去，指数开关了后震动，中场起68.19点，收伫13534.26点，现高达2131.48亿。在这个时机点提起外汇管制，是不是总裁认为国内目前的金融状况已经达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这个门槛？对，基本面还好。1997年的一个危机来衡量的话呢，2009年那更大，那个危机是全球性的。杨金龙表示，外资退出原因主要也是两化紧张关系。美国大起利息，随着第期外资退出1000亿美金，加上台股因为甲美国联通悬造成落盘，资金流出也会影响。也无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08年的全球金融甲后济危机，央行拢采取有弹性有效的货币政策甲外汇管理措施。我们的外汇存底足够，我们的外币流动性足够，还有再加上我们国人外币存款大约有2700亿，我们国人的的储蓄对外在国外的一个净资产呢，将近有8000亿。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资源来讲，台湾呢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另外9月份的理监事会议，无过实施第5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也引起各界关注。杨金龙表示，当前是放肆卖方保守，卖方也保守，房市亲像有下手的现象，也是希望房地产会当豆步，加上抑制投机炒作，无影响一般民众买厝家己大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今仔日和36个共和党议员提出众议院版本的台湾政策法案，和进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所通过版本，颠倒是众议院的版本保留搁较侪敏感的外交条文。不过，同款计划是未来5年要提供予台湾美金65亿的军事援助。另外，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昨也谴责中国伫太平洋的行为，让人感觉是真不安。也强调讲，美国政府会继续来深化甲台湾的非官方关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案了后，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甲36名众议院共和党人推出众议版台湾政策法案，希望提悬台湾防卫，更新美国对台政策。The better Ukraine does against Russia, the less likely it is that she will invade Taiwan. So it's all sort of tied together. I'm going to have a tabletop exercise when I go back up there to see what our plans are to respond to an invasion. 众议版台湾政策法案甲参议版本比起来，增加战略清晰，保留台湾驻美代表处改名台湾代表处，维持 AIT 处长任命爱由参议同意。同款计划未来5年提供台湾65亿美金的军援。外交部我们会持续跟美国的国会还有美国的行政的部门来紧密的沟通。我们期待能够在这个会期持续争取到美国国会的友人以立法的行动来深化台湾跟美国友好的伙伴关系。参众两院版本拢讲到军援台湾，学者分析，这表示美国爱台湾先强化自卫能力，若无法度说服内部支持台湾。等于是他自己政府帮忙军火不灭，把一些东西给处理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既然免费送了这么多给台湾的话，那就是你台湾可能他期待当中，台湾自己的。台海局势提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日内伫美国海军海外上大基地日本刑事号港内军舰发表讲话时阵，主要目标是对中国发声。We will continue to oppose
any unilateral change to the status quo,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aiwan's self-defense, consistent with our long-standing policy. 胡锦丽谴责中国伫太平洋互人不安的作为，佮宣示花会继续深化甲台湾的非官方关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际民航组织 IQ 大会是每3年举办一届，今年是采用实体甲视讯会议伫加拿大总部举行。台湾今年有关受到这中国打压，无受到大会邀请。不过今年有受到其他会员国甲咱相挺，亲像是美国、德国伫头一天因为表达支持台湾参与了后，法国、日本、纽西兰伫第2天的会议当中也发言挺台湾，强调所有的这国际民航成员拢爱实际来参与 IQ。 Particularly those who administer critical airspace, like Taiwan, sh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meaningfully in ICAO's work. 国际民航组织 ICAO 3年一度大会活动第1天，美国运输部长布塔主席就公开呼吁，应该让台湾有意义参加 ICAO 工作机会。虽然咱国今年犹原无得到邀请参加，不过今年国际挺台声音一直伫大会中出现。活动第2天，法国、日本甲纽西兰也发言挺台，强调无任何国家应该让排除在外。安全、保安、環境など。 世界規模の政策の実効性を確保する観点から重要であり、こうした分野で地理的空白が生じることは望ましくないと考えています。Appelle aujourd'hui davantage de solidarité. C'est le sens du mot solidarité. Aucun pays ne doit être laissé de côté. ICAO 大会每3年举行一摆，各会员国代表拢会伫会议中共同讨论飞安规范标准，确保全球民用航空安全一直精进成长。伫航空服务超过20年的前技术表示，大多参与 ICAO， 毋但是国际上新飞安规定，也是咱国制定相关飞安规定，即时传达恐惊有落差，也毋过实际飞安影响无大。 桃园机场的某一些这个滑行道做了一些改变啊，我们当然会事先赶快发一个紧急的通告给大家。如果今天你在这个组织里面，可能你可以更早的、更有效率的把这个资讯做一个传达。政治理由打压我参与 ICAO， 不符合 ICAO 无缝天空，呼吁北京当局勿破坏台海和平，危害区域安全。 ICAO 中国代表毋但阻了台湾参与，佮加伫会中发言，讲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得到 ICAO 真济缔约国支持，外交部加以补贴佮谴责，强调已经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强调中国无应该无理阻了台湾，其炒作甲惠安无关的政治议题。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时报报道讲，这个巴拉圭总统阿布多呼吁台湾就爱投资因美金10亿来支持这邦交。佮讲巴拉圭需要感受到战略联盟的好处来对抗中国。对此，咱的外交部也表示讲，这巴拉圭外交部长已经甲台湾背回啊，是因为总统希望台商来投资，强调两个国家的邦交前期无交换条件。Mi país reitera enfáticamente el apoyo a la solicitud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para ser parte integral del sistem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顶日伫联合国总辩论会发言挺台湾的巴拉圭总统阿布多接受《金融时报》访问，呼吁台湾投资巴拉圭10亿美金，以抵抗北京压力。佮较讲，这对台巴建立战略联盟有帮助。巴拉圭政府呢，他们重视的是两国的邦交跟合作，然后特别有强调。 双方的关系是奠基在共同的价值跟理念，不存在交换的条件。那同时呢，阿布伊总统在专访里面也重申，任内两国的邦谊不会改变。外交部表示，巴国外长向台湾澄清，阿布多伫专访中咧强调的是，巴国投资条件真好，毋望台商会当借着到巴国投资，进军南美市场，这对台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真有重要意义。鼓励说我们台湾去投资，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外交部要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是能够投资什么，以及在当地能够协助当地开发什么，是可以跟我们台湾互补的。这些东西来讲的话，是要盘稳布局。
蔡总统要到巴拉圭参加阿布多就职典礼，阿布多也捌来台湾访问。即马阿布多的专访内容引起金钱外交集期，学者讲，台湾无法度甲中国互相比金环，不过外交部会当协助企业甲邦交国进行甲中国有所分别的投资，以稳固邦交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这台北市长的选战，哪力拢提出冲突政策。国民党蒋万安表示，那阵陈市长想要举乡对拜也真好，不过陈市长却认为，好的政策每一个参选人拢会提出，只是讲敢做会到，也是做袂到。另外，部党籍的黄珊珊2倍征战教育记者会顶头，也会当看到这台北市教育局长请假参加，去互质疑讲伊行政无中立。不过黄珊珊也讲，这蔡总统伊也不时带一个陈市长四界走。沿路边选前，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透早到东门市场拜票，现场替支持者签册，选前政策攻防，哪里拢拍冲突牌。蒋万安2倍早起召开冲突优先政策记者会，陈时中暗时完了提出冲突政策。好的政策没有专利，好的政策也欢迎大家来学。如果陈时中部长要拿枪跟着拜也很好。好，但是我的执行力觉得他绝对比他好。好的政策也没所谓拿香对拜，只是不要去挂丢阿伟的贺了。觉得说我说他起党或什么，那没有口的，那我跟他致歉。选前换工政策，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2倍公布前瞻教育政策。台北市教育局长詹灿金请假到场参加，行政是不是中立，我那引起关心。政务官请假是政务官的权利，我看到总统也常常带着陈时中部长到处走，我觉得民进党可以，别人不可以。另外，民间要举办的中正纪念堂转型座谈，主办单位避免政治化影响，决定取消。陈市长表示，国民党蒋万安家己讲是伊的后代，当事人应该赶紧表明态度，这嘛是袂歹的方向。蒋万安认为，活动举办甲取消的原因，主办单位应该讲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去互指控涉嫌抄袭这吴正宏的论文，大认定抄袭的情形严重，撤销林志坚的学术学位。吴正宏今仔日也正式委托律师提起刑事自诉，也要来控告这林志坚违反着著作权法。针对着德科妈妈发文肯定这林志坚的施政成果，说互立场无同款的网友攻击。这民进党的新竹市长参选人沈慧虹就批评讲，伊是无法度理解这市长参选人竟然会去攻击家己的市民。高虹安也讲，沈慧虹是在做贼的花猎贼。这样算是一个直球对决了，因为我们也很希望说林志坚先生能够到法院来讲清楚嘛。将新竹市长林志坚论文争议也未解决，卷入台大学术论文案的余正宏委任律师到台北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控告林志坚违反著作权法，想要脱离前早无公开限制，直接解雇。透过公开法庭的审理，好。之后向台大去调取所有的资料，包括说不排除传讯证人，包含在这个案子里面从头到尾力挺林志坚先生的周云鹏先生。针对余正宏以刑事自诉方式保卫权利，林志坚委任律师黄帝英是讲，目前林志坚也未收到相关书证，听候收到了后会甲律师研究。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林景仁阁讲林志坚、沈慧虹闹跑两人组。我认为这件事会再度勾起新竹市民林志坚和沈慧虹弃新竹双池绕跑2人组的意向。新竹选战真激烈，也影响支持者。进前一个德科妈妈写文章肯定林志坚的政绩，说互网友攻击，避免散文关面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的前摄影官潘俊林批评郭文哲操控网军，力被空中对呛。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市长的候选人居然会攻击自己的市民。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好好把自己相关的争端说清楚。我想做贼的喊抓贼，请问沈慧虹有没有约束自己的支持者不要去造谣？高虹安强调，德科妈妈为写文章到散文，家己甲竞选团队拢无参与，嘛叫沈慧虹无应该拍这种负面的选战。记者综合报道。
在印太区域局势紧张之下，日本甲中国今仔日咧是虽然庆祝中日建交50周年，中国驻日本的大使孔铿佑甲日本的外部大臣林芳正拢出席伫东京纪念仪式。中国大使表示讲，这个中日关系当日转变，爱认真思考后一个50年的发展方向。甲本旁观出席的贵宾干杯了后，嘛宣告纪念仪式开始。29是中日建交50周年的纪念日，日本外部大使林芳正甲中国驻日大使洪炫佑拢出席纪念仪式，甲日本在境界由中的民间团体做伙庆祝。林芳正特殊表示，日本甲中国对地区甲世界的和平甲繁荣有重大责任。洪炫佑認為中日的關係đã出現分歧。山あり谷ありの50年を経て。中日関係は今新たな歴史的出発点に立ち、重要な岐路に今立たされております。次の50年はどこに向かうべきか、これがお互い真剣に答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問題だと思います。受到期待领土的争议，到中国甲欧美国家伫台湾议题有分歧，地区的情势真紧张，所以双方拢无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外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互相用贺电祝贺建交50周。习近平强调，真重视发展中日关系，愿意甲日本照着50周年顺时代潮流，合作建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岸田嘛表示，愿意伫后一个50周推动建设更加稳定的中日关系，促进两国地区甲世界和平甲繁荣。日中関係は様々な可能性とともに多くの課題や懸念にも直面しています。主張すべきは主張し、対話を重ね、責任ある行動を求めつつ。虽然中日建交满50周，双边嘛有真侪民众伫对方国家往来交流。不过，根据日本外务省4月公布的民调显示，有超过60%的日本人认为，面对中国的态度应该更加强硬。我是新闻台视朋友。本地这威力有到4级的飓风伊恩，伫台湾时间至到半暝3点登陆美国的福州了后，威力虽然有降1级，不过上大风速有光有1点钟144公里，等于是14级的强风。伫福州真侪沿海的地势较낮的所在，对这海花到市中心拢变做是江洋大海，而且这电缆线去风扫断去，超过230万人是无电通用。因为强风大雨，福州真侪沿海较低地区，就亲像那不勒斯安尼，对海花甲市区就敢若海洋。重点个积水，即个要含都桶的下骹边悬，世界都有咱看到风吹动的电线电缆落个涂骹。根据外电，当地统计，无电筒用的居民已经到230万人以上。夏洛特港阁传出有病院加护病房的厝顶拢风吹走，互规个医疗量能拢受影响。但是，就算是安尼，同款有民众无愿意离开，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相连续提出警告，要求民众袂当大意。I mean, you're going to have massive amount of power hitting that coastline with really, really strong winds. That is going to do a lot of wind damage. It's life-threatening. You should obey all warnings and directions from emergency officials. Don't take anything for granted. Use their judgment, not yours. Evacuate when ordered. 伫风台来进前，部分的学校已经停课，既然学校无人，远官湾和学校就做伙整理做暂时的避难所。另外，电信业者嘛加入来帮助灾民，包括 AT&T、沃达丰、T-Mobile， 有的是提供免费的基站通讯方案，有的是设临时的机动式的基地台，是提供必要的语音、感讯和网络讯号。因为强烈风台来啊，美国职业篮球 NBA 的奥兰多魔术队连续第2天是取消比赛和练习。杰克森维尔国际机场嘛宣布是取消所有的航班。美国 Fox 新闻是因气象单位的预测指出讲，沿风台伫福州阁会停1-2天，接落来就会对北边去，对乔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和维吉尼亚州这所在去。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伫美国搁再传出这校园抢案，加州奥克兰市内，伫当地时间2月有一间学校传出枪声，尚无造成6个人受伤。警方表示讲，这受伤的人拢是18岁以上学校相关的人士。不过凶手早就逃离开现场，警方也当咧抓人，无排除讲这凶手有骨落会。伫车道聚集数十台警车，附近街路也举起封锁线。伫美国加州奥克兰，伫2月发生校园抢劫案。In all, 6 adults
individuals 18 and over who have some affiliation with the school were determined to be suffering from gunshot wounds. They were all transported to local hospitals. 2 of the gunshot victims are critical but stable, and the third is in stable condition. 目前已经知影有6个人受伤，其中2个人有生命危险。这个区域中有4间学校，发生枪击案的这间学校，主要是以16至21岁的新移民较侪。也毋过安怎会发生枪击案？因为枪手已经走离现场，所以专案有待厘清，无排除侪人涉案。We are currently and actively looking for at least one shooter, although there may be other individuals involved. We have our ceasefire teams as well as our violent crime operations teams actively in this moment following up on leads looking to bring to justice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is heinous act. 根据非营利组织枪击暴力档案统计，美国今年敢若就半年都有约2万人死伫枪击暴力，其中发生伫5月的德州某一间小学枪击案，都有超过20人死亡，佫还是10年来上严重的惨案，也互枪击暴力甲枪击管制议题再次加做讨论话题。记者综合报道。9月28是国际安全拍梯日，用意就是要鼓励合法而且安全的拍梯，保障妇女的自主甲选择权。不过，也有真侪国家是真保守，甚至有一寡国家禁止女性拍梯。今年9月28，全世界女性拢走向街头，要来争取这项人权。9月28世界安全对台日，意大利、米兰、罗马这大城市妇女上街路抗议，烦恼伫要做历史上头一个女总理的极右派领袖梅洛尼，会影响妇女的对台自主权，表达了捍卫1978年开始保障对台合法的第194条法条，有上千人规模不遮大。Ha già dimostrato di non rispettare i diritti fondamentali che riguardano tutti noi, cioè la protezione proprio. 拉丁美洲是出现一场绿色活动，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加智利的妇女，甲绿色的领巾填对台拄罪法。拉丁美洲天主教国家大部分限制，只有伫性命有危险，也是特定条件才会使对台。委内瑞拉等几个国家也是禁止。哥伦比亚今年通过对台合法，是上新放令的国家。不过拉丁美洲的妇女争取合法、安全、负担会起的对台，也是一项挑战。Venezuela es necesario que el aborto esté despenalizado y legalizado, porque sabemos que el aborto en Venezuela se hace, que es un problema de salud pública y que debe ser completamente atendido para que las mujeres pobres no sigan muriendo en la clandestinidad. Nosotros pedimos que se despenalice la ley del aborto, porque es mi cuerpo y es mi decisión. 美国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6月改掉几60年来保障对台权益的罗素韦德案裁决，女权领先地位倒退女，看对台权伫国际也是受到保守势力的威胁。法国几落摆妇女行上街路声援，强调合法安全的对台是基本权利，无法度讲改就改。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讲到这台铁基路花东线伫9月18大地震的时阵受损真严重，经过抢修，明仔载开始，这花莲以南火车会当走到这个凤林到玉里这站。不过这玉里到富里这站呢，也是该需要半年时间才好到通车。代替上盖新的东线铁路班表，即马只剩这玉里到富里这段路需要用巴士来接送。不过也有台东的民众讲，这班表伊是看甲不飒飒。为台东火车站开出往花莲的公路直达车，伫东线铁路中断期间变成台东民众往来花莲到台北的主要交通工具。不过一转到花莲，爱比原本坐火车2点钟就到的时间加出1点半钟，不过也是有民众选择去坐。花莲到台东大概3.5到4个小时。台铁宣布，因为3闸铁路抢通到玉里、花东之间的公路列车就被取消。花莲到玉里依照台铁的正常班表开出高级对付列车，不过要往南到台东，需要伫玉里站改坐客运转接车到富里站，搁坐每半点钟一班的区间车到台东。那台东往北部是爱伫富里站转客运转接车到玉里站，搁转坐自强号以上的对付列车上北。今嘛班表一出来，民众也是看无三万。很复杂，之前是说哪里通到哪里，今天又变成哪里有通了，所以头脑还是有一点不大很清楚。明天开始，我们内尾车就取消了，我们就只变更为富里
跟玉里的接驳，部里跟玉里间各有5部游览车来做接驳，是互相对开的。站长邱明仲说明，只要看台铁网站的班表，将爱桥里到富里站的到站加开车时间，专接车一定会当载旅客赶上后一个行程到花莲也是台东，而且这款的专接方式比公路直的车较省时间，上起3点钟就到。台铁表示，像是这连续假期，也会看情况机动调整班表，方便台东的民众坐车往来北部。记者综合报道。前日昨晚9月18大地震，这花莲南区有超过400多间厝受到损害，有超过80间厝已经无度带人了。主席基金会和台积电基金会也拢答应讲，会来协助民众登记。今仔日内政部和营建署会去到现场了解状况，也答应讲会放零翻修加登记的步骤。玉里镇193管道顶悬的上坡里，上坡国小对面的面溪是918地震受损上严重的所在，地面崩开，厝顶厝气甚至倒去拆掉到3间，不过真济是违建，所以居民烦恼未当补助。家家户户啦，只要有损坏的话，也不是说希望都全额啦，多少帮忙一下这样子。内政部甲营建署指导甲土木技术工会去勘查，目前掌握差不多700多间的厝爱评估，现阶段已经打红单有66个，黄单57个，有受损无马上危险的还有200多个，承诺会放零补助。从紧急勘灾到耐震出品，一户要花大概15000块。那这个钱中央会全数补助。如果是集合住宅的形式，那我们最高可以有450万的修缮补助的费用。透天住宅或者是农舍，我们原则上最高可以补助一户50万的修缮。另外，增卡部落有真济旧厝是违建，这摆也会放零申请。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耐震补强里面，也特别留一个叫做修缮补强，也就是它不需要再经过建筑师重新的去认证。它只要有紧急修缮的一个需要，那一样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方案来申请。税处部分也放零认定，请官府赶紧做册，上紧10月就应发电贴，危楼登记或者是途径需求，中央也甲地方斗阵配合，是不是开放公开募款？内政部强调，目前主席甲台积电往经进驻，会个研究是不是有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前南投县长李兆庆牵涉到莫拉克洪灾重建乌西北案，经过司法的审理，其中17案判刑确定，合并执行16年6个月，目前等待执行。其他案件发回更新了后，有上改新的进度。这法院认为讲，这李兆庆利用在南投县政府公用工程采购机会，滥用职权，甲厂商提后车。除了17案判刑确定，其他案件发回更新。这台中高分院今仔日经理性宣判，除了4案无罪，其他81件拢判5年6个月到6年2个月不等。若准甲这罪行加起来，伊就要关超过400年。在台南发生台警察的案件引起众人议论，这凶手林胜吴，检方希望法院就要改判死刑。法务部长蔡清祥在起也回应讲，目前等待司法的判断。另外，针对着外一家条例修法，蔡清祥表示，若准牵涉到重大刑事案件，或者是容易逃脱的案件，拢会严格提算。台南台警案引起社会关心，犯人逃走甲员警用枪司机。台南地检署进前是起诉嫌犯林胜吴，向法院来求处死刑。法务部长蔡清祥立告，甲立法院嘛有讲到，台南地检署依法起诉，而且具体求处极刑，所以我们静待司法的审判。针对外役港的条例，洪批评讲申请的条件伤定，爱修法调整。目前草案是送去立法院来审议。蔡清祥讲，若牵涉到重大的刑事案件，也是较好逃走的案件，都会严格来选。等去厝的人若违法，就马上带转来。原本的减刑嘛收转来。若犯人逃走，检索防质疑通报上慢，目前系统是增加通报逃脱的功能。除了报告矫正署，嘛会当马上去找逃犯。只要脱逃，马上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将相关的矫正的这个系统里面的资料，还有相片等等传送到这个平台上，再整个的来处理目前全台湾有38个死刑犯，其中有3个都是台警察的，拢全部申请释宪。立委是不满讲，这人是透过异地司法救济，根本都要延长死刑。死刑犯还在靠
我们纳税人来养它，这个合理吗？您觉得呢？不合理。我也觉得不合理，所以应该要配套措施嘛。我也是会依法执行。我本人任内，我就执行过2件，说我该执行，依法要执行，我一定会执行。另外，警戒使用条例修法方看都是优先法案，会做党团的协商，另外伊拼30来3读通过。因为认为讲除了支持关警大胆用枪，关警也因为公务风告，法院的审理应该参考内政部的调查报告。蔡清祥嘛讲，这部分的尽量斗3天。记者综合报道。有这厝卡甲厝头家租厝了后，佮甲厝价经说服别人。台中就一个民众出面指控讲，这厝卡违反契约，法院一审判胜诉。不过这厝卡却是一直咧嫌厝头家继续甲房间租出去予别人。消保官也建议讲，这租厝契约签约的时阵会当依法公证，若准有类似纠纷，就会当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张太太徛伫家己4层楼透天厝的头前控诉，去年5月起，伊将台中地理这栋厝租予县长的厝卡，抑过对方煞将透天厝的5间房，佮继承在一间雅房租出去，佮私自换门锁。厝主张太太发现了后，提告台中地院一审判县长的厝卡败诉，爱交害透天厝，抑过伊说相比无看人，手机也变空号。张太太感觉真无奈。法院已经判决他房子要给我了。好，我们已经有去申请执行了，可是他就是避不见面啊，我就是找不到他啊，我很无奈啊。好啊，他房租也5个月没缴嘛，啊，他一样出租给别人哦，一样收他2房东的钱哦。玷污类似的租厝纷争，只有律师提醒，县长的厝卡无经过厝主的同意，违法转租属于违约。厝头家虽然会当收回厝，不过县长的厝卡已经提起上诉，要等上尾判决结果，才会当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所以这是目前我们在承租上要非常小心的地方，真的非常危险。有时候房客租进来，然后就不搬走，那常常这种情形在刑事上有时候也没有办法构成窃占。那在民事上也都要有法院的这个强制执行才可以。为保障租赁双方的权益，建议可以将租赁契约依法办理公证。日后如果有法定终止契约的事由，房东可以在不经过法院判决的情况之下，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房客搬离。台中市消保官强调，租厝卡应该以约定方式使用，伫无经过厝头家同意，厝卡是袂当擅自变更使用用途，还是征收。佮建议厝头家会当将租赁契约依法公证，一旦厝卡违约，就会当无需要经过法院判决，先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厝卡搬离。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推动安心上工计划，逐个月上班22天，一天是上4点钟，若1点钟有168块，互受到疫情冲击劳工来才食头路。这大部分分配拢是真简单、真单纯的工作内容。不过，辅导民众就业局告诉发现讲，有一寡人已经惯习这款压力较细这个工课，因计划结束了后，等到工课场所，却是无法度适应。劳动部劳工局也表示讲呢，一般人若准面对讲这收入有困难，也当参考其他的就业计划。写履历表的课堂上提醒同学注意事项，也会重视劳动服务。这个化名小兰的员工参加劳动部安心及时上工计划，互分派到杭州就业服务协会。逐个月工作22天，逐工4点钟，1点钟168块。虽然过领1万块，已经停休。一个人的工作，他分做2个，让大家都有工作机会，这样。那假设这边的工作结束之后，你会不会担心接下来找工作的部分？会呀，就是到时候再看看再找啊。小兰为了照顾家庭，真侪年无工作，佮因为年纪大，对求职无信心。参与计划，互伊先熟悉职场运作。杭州认为安心上工对弱势也是真久无重返职场的民众有真大的帮助。不过也有人期待伤悬，只想要到公家机关做简单的工作，但都无法度顺利连接民间职场。要去另外找工作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困难是，为什么这个工作没有办法像我以前那样子，就是工作量没有那么高，压力也没那么大，可是我可以领一样的钱。在雇用端上，它能够放宽它的一个求财的标准，那也能够去接受到民间公司的工作机会。那其实当他有意愿，他也愿意去学习，那我们也会搭配一些政策的辅助措施。
高市府表示，安心上岗提供民众适应职场的机会，短期短时的兼职性质也互劳工有更较侪时间找头路。那连接职场的困难，会呼吁头家也是劳工调整自我细汉的心态，才会当更较紧媒合成功。民众若有这份需求，也会当合顺劳工局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委托张老师基金会成立以关心男性为主的成男救师。今仔日公布一份男性有囝的调查报告，福建讲也未结婚或者是年岁较少年的男性呢，对这生囝有囝比较较烦恼，因的三保障，因为安算讲对明年开始会提供予准备要生囝的男性咨询甲学习的服务。如何让小朋友顺利就是可以长大，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一件很焦虑的事情。新手爸爸讲出烦恼的心声，台北市政府委托张老师基金会成立以关心男性为主的成男故事，立到公布男性生育的调查报告，发现对真侪男性来讲，生囡仔付出的代价比报酬较悬，在压力之下需要心理支持加学习资源。第一个，越年轻的没有生育经验的男性。或者是没有小孩的男性，他们会怎么样？会特别觉得压力很大，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经济不稳定的男性，可能包含没有不动产的，或者是家庭年收入比较低的男性，他们会特别的压力很大。亲子专家魏伟指出，要要生囝的男性可能会为别位听到车养囡仔有偌困难，把迄款烦恼变做家己的责任，所以压力更较大。那个责任是什么？当好一个爸爸的责任，当好一个老公的责任。我没有办法给予我的家庭有更多的资源，我没有办法给我的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根据调查结果，城南故事嘛发表明年的3个新计划，唔来举办工作坊，互要结婚生囝的男性，甲已经有新的翁仔某学习安怎照顾囡仔，甲面对冲突，嘛会鼓励爸爸组成支持性团体，互相交流学习。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9月30日中国的成都比赛，目前人伫咧德国参加职业联赛林昀儒，因为日本教练确诊，伊本身也无法去到中国比赛呀。体育署表示讲，因为报名5个人，敢若需要3个人去比赛，这比赛是无受到影响，不过战力可能会受到影响。桌球世锦赛虽然甲奥运积分无关系，不过拍国际赛一向是上好的训练之一。台湾男团由世界排名第7的林昀儒搭配桌球教父曾智嫣、廖金挺、黄彦成甲片王维，女主组由陈思武搭配陈怡静、刘欣允、李玉敦甲黄怡华。因为30开始比赛，除了伫德国拍职业联赛的林昀儒，其他人已经到中国成都。不过体育署证实，林昀儒因为日本籍教练委关前讲22的 PCR 阳性，无法度摕到通行证。林昀儒是密切接触者，无法度入籍参加比别特赛。昀儒呢，就暂时留在德国这边来做训练，有5个人报名。那实际下场是3个，当然对于比赛是没有影响，对于他的战力上面，当然因为多少会有所减弱。体育署表示，林昀儒无法度拍团体世锦赛，不过所来的 WTT 冠军赛加 WTT 总决赛，分别伫中国奥运加中国河南的新项馆进行。主办单位各加3场比赛，统一做闭环模式，也就是隔离比赛。所以林昀儒10月7日飞成都，甲其他球员会合，要按照当地入境检疫才会比赛。预计会在这边做3天的一个隔离，6到7天的一个训练，之后大概10月17号的时候会飞往澳门这边。体育署讲，世界各国陆续大解封，即马选手出国比赛入境只需要完整疫苗注射证明，有的国家也可会当直接入境。敢若像中国坚持清零，入境都要 PCR 证明，搁要隔离。至于其他后届甲世界趋势尽量同款。互国际比赛未受真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歌戏的人间国宝廖庆基老师呢，今仔日出席电影记者会。这纪录电影是用伊来传承戏文《单沙姑娘》来做主题。不到90岁廖老师也讲，希望借着这部电影会当呈现伊规世人的技术，也希望歌戏的文化会当继续流传落去。由地主赴歌戏人间国宝廖庆基做伙行向舞台，廖庆基看地主的演出真满意。这是伊传授经典剧目《单沙姑娘》，也甲地主精彩表演所汇集的纪录电影，以入为名，行辉煌的一段。廖庆基伫新冠疫情发生了后，伊真喊得出来，即个特别出席首映记者会。甲因教的同时，我嘛有甲因交代讲吼，恁毋是干那学搬戏尔。毋是学表演尔，
恁共款爱有团修的，会晓团修吼，才摊会开。讲到这出电影，廖庆基心情真好，因为有台湾第一苦大称呼的伊，伫1980年代就开始团修等3-5年。真侪届重新整编剧本，连唱法甲身段，希望透过影像记录，甲伊的艺术精华转做影像表现出来。老师一下就可以取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是一出青春浪漫的爱情戏。所以说，我们是要让年轻人看，我们不是要让他只是看一个比较静态的一个古迹。他如何在每一次的演出之后，不断的精益求精的改变，就即使到现在他年纪这么大了，他其实也从来没有放下。为了传承歌仔戏文化，基金会邀请专家学者分析戏剧的求新求变，也甲媒体连接的重要性，也希望透过这出电影，会当慢慢培育出属有东方的歌舞片传承。基金会表示，电影29开始伫新庄的国家影视中心连放3天，结果刷到雾峰林家花园播放。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家己县长参选人王玉斌今仔日伫国民党智库举办的座谈会顶头批评讲，这家己县的人口老化比率是全国上悬，不过这中照医疗资源的覆盖率只有63%，也有真侪时代无受到照顾。不过家己县长洪忠良就表示讲，伊当初接县长的时阵呢，覆盖率只有35%，目前也当咧向这75%的目标在执行。家己县50多万的人口，高龄人口就要10万人，是台湾上老的县市。国民党智库国家政治研究基金会29号针对家己县医疗长照问题举办座谈会，学者甲党籍县长参选人王玉斌讲，家己县政府无主动去找出有长照需求的人，阁有3成外的老人，并无受到应该有的照顾。嘉义县已经变成是全国老化第一的人口比例第一的一个县市哦，但是它的服务量呢，却是没有做上全国第一哦。刚刚已经提到了，我们现在长照的这个覆盖率只有63%。不过，家己县长洪忠良回应讲，家己县伫长照方面投入真侪资源，即满阁有一寡长照机构当咧建设。当初接县长的时阵，长照涵盖率只有35%，目前已经来到67%。像我们要去重视的是基础地方的长照的量能的增加。那比如说像所谓的日间照顾中心，或者是所谓的社区长照站。那我们现在在强化覆盖率，那我们现在覆盖率已经高达67%，我们希望往75%迈进。王玉斌阁批评，家己县伫晚近19公布的县市总体竞争力评比，也是最后一名。洪忠良表示，已经透过产业引进、公共设施的建设，豆豆来改善家己县总体竞争力的问题。目前县民拢真信任，嘛真支持，会继续来努力。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高雄的左营大路有一大公园，因为进行这个阿门头坡边改造，就护树团体发现讲，自本自由生长的这老树，煞去互阿门头围起来，其中甚至有一丛70多年的老菩提树，就算这工程有漏空，不过这空间不足，才有可能会甲树仔翕死。高雄市政府表示，因会继续来解释。树龄70多年，互列为特定纪念树的老菩提树，边仔阿毛土有枯掉的痕迹。两工前，老树的边仔互破阿毛土，护树团体即期工程将会造成树仔无法度喘气，老树恐惊会安尼烂根倒去，造成危险。因为公园都很多人在活动，所以说表面的土壤都是硬化的，水要进去已经很困难了。它这样弄的话，那个老树会慢慢枯萎，会慢慢死掉。高雄左营大路边仔的3公园最近因为环境改善工程，局部做铺面改造，也不过原本自由生长的老树，即马全部拢踩伫水泥中。只有老菩提树经过反映扩大树系，也不过公园其他的老树都无这款的态度。护树团体呼吁应该考虑阿毛头扩大树根喘气空间。滴水线下来这一圈就是它要呼吸的地方，然后它最核心的是6到8倍的树的胸径是核心的地方，绝对不能动到。所以呢，我的树冠滴水线最多只能损失10%。面对护树团体诉求，永江厝定称铺面改造前是470平方公尺，改造了后380平方公尺，并无扩大，会继续改善。有关于说这个铺面如果太过于靠近树木的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我们都已经有在做拆除了。靠近这个树木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我们还会再持续的去做改善。
过去修剪伊是老树，定引起争议。高雄市府去年底成立树仔修剪维护咨询会，验过这个案方认定非修剪维护，所以无提报咨询会请教专家，今麦做法出现争议，也予高市府打造友善休憩环境的美意拍摄。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种意大利品种的葡萄，也有人叫做是黄金葡萄或者是白葡萄，伫台湾较少人种。不过有一种特殊的芳气，真侪人介意。伫台中的石冈啊，就农民种出这款意大利的葡萄，也种出30多年咯。但年咯还未大出进前，落去互人客注文了了。塞一台车行入果真园，甲黄金葡萄一拍一拍加落来，动作看起来真熟手。农民牛金燕已经累积30多年的经验，有家己的管理方式。伫伊的田里生出来的葡萄，逐粒看起来拢介巴甜，芳气嘛有够。好几年了，也搞不成了，失败就是成功之母了哈。一年，慢慢学习，才学习到现在啊。意大利葡萄啊，它的特色哈，它的特色就是有一个香味。咱平常较常食的巨峰葡萄是叫仔色，青金金的意大利葡萄，搁号做黄金葡萄、白葡萄。毋若色水声目，食起来搁有一种真特别的麝香气味。毋过这葡萄惊淡也惊热，照顾起来是真无简单，就爱包2层落架，顶管站防雨水，下骹站是避免互糖加。今年的气候采收这个阶段。比较没有西北雨，是最适合我这个意大利采收时间的，所以今年我那个品质最好，甜度最高。一拍葡萄若生伤侪粒，目睭皱，果子颠倒袂大粒，所以就爱甲挤出来加掉。农民表示，一拍葡萄60粒是上好的，有时阵若较高细，一盘葡萄拢得爱加掉，才有空间成长。农民用心照顾，拼出好名声。这意大利葡萄的好滋味，嘛写真侪人客逐年拢来交关。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4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对24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4度。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